这屋子有问题，快屏住呼吸。哦。想杀我，直接动手即可。用迷药，看来另有所图。哎呀，佳敏这韩货碍手碍脚的，将计就计吧。这小肥羊肉还真多呀。怎么有2个人？哪个是花琉璃？我也分不清哪个是花琉璃，时间紧迫，算了吧，都带走。看着外面，别让人进来。是，还有你们2个，看着屋里那2个。好。从马车上的时间算来，应该出狱经有一段距离了。我一个人走倒也不难，但要保证小肥羊的安全，就要另找机会。你还跑？哪个不长眼的，敢绑本大小姐？看我把你大卸8块！松开！就你，别白费功夫了。你，哎，你也该醒了。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别动，给人绑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谁啊？干嘛绑我们呀？你是不是要钱？我跟你说，我娘。你们谁是花县主？你们要抓花琉璃？哎，他是花琉璃。他是花琉璃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真是他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好吧，既然你说我是，那我便是吧。真是他。姐姐，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花县主。不，这位小姐是无辜的，你们放她走吧。看来你才是花琉璃。真是他！你这个人面兽心两面三刀的女人，你这么会演戏，你怎么不去做戏子啊？真气死我了！不是，你给我松开！我真的不是花琉璃，说了是他了。再有砍断你的腿！不说一会儿2个一起杀了。看来他们现在并不想动手，虚张声势罢了。一会儿再收拾你们。除了他们2个，应该还有其他人。嘘，别发出声音。哎呦，你这个黑了心的女人，你故意拖我下水，你还想让刺客把我认成你？你动动脑子，他们要找的人是我，一旦确认了我的身份，他们还能留着你啊？等待你的只有一个结果：杀人灭口。你还算聪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琢磨不透，这样我们才能暂时安全，也许还有获救的机会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先睡会儿吧。啊？哎，你别睡啊，花琉璃。你离我近点儿，我有一点害怕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，胆小鬼！太子殿下，你不能这样！我家小姐失踪了，不仅我家小姐失踪了，佳敏郡主也一起失踪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我家郡主的手镯。殿下，这应该是种比较罕见的迷药。启禀殿下，龙井方圆3里地还发现了不明血迹。你们先回去，孤会尽力寻找县主和郡主。我家小姐说过，别看太子殿下在外生人不弃，实则最是可靠。殿下，只能拜托您了。小七、小八在。金陵月是。
殿下，立刻调动京里所有人马，全力搜索花琉璃下落。是。快啊！殿下，稍安勿躁。我知道花县主身份重要，代表着花家的态度和朝堂的治和，乃至边疆的局势。但此前几番遇刺，却都安然无恙。他绝非表面那般柔弱，说不定有自保之力。可他家侍女都来求助于姑了。殿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探查，但不必如此兴师动众。你还记得一开始让他回京，不就是让他搅动风云，引出制造当年与金破那场战争的妖妃余党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，您真的要放弃吗？可谁又能保证他这次不会有危险？我们耗费无数人力物力，才苦心编织成这张遍布全城的暗网。如果现在动用，说不定这次全都暴露。为了花琉璃，真的值得吗？此前怀疑花家忠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试探，可是如今我十分后悔。哎呦！你们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闭嘴！再废话，我割了你舌头。那个女的人倒是不坏。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，只要把你们押过去，就不用我们管了。放心，暂时不会动你们的。姐姐，你一直这般雷厉风行吗？刀口上舔血之人，若是行事很慢，怕早就已经死了吧。哦，那刀口上舔血之人是不是很擅长审时度势啊？不然呢？姐姐，你这么聪明睿智，又审时度势，不然要不要考虑和我们合作呀？想得美！吃。谢谢姐姐。谁是你姐？不是，为什么我们的饭不一样啊？她看起来就比你瘦弱，多吃点是应该的。谢谢姐姐。我警告你们，别想着跑，逃不掉的。哦。马屁精，你在那拍他马屁有什么用啊？那你一直跟他杠又有什么用？我不吃了。为什么绑架你还要欺负我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呀，你别哭了。你要是实在害怕的话，就把手给我吧。谁害怕了？我看是你才害怕吧。你说，咱们俩失踪了以后，大家会做如何反应啊？我爹娘肯定担心坏了。你在玉京都没有亲人，会不会没人担心你啊？兴许有个人会吧。谁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也许我们两个人失踪一个晚上，没有任何人会在意，也都说不定呢。你这么说，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担心我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你安全的。金破国派来玉京的刺客尽数被擒，
潜伏在姑身边的几个内线也几乎都被拔出，却还有人在盯着花琉璃不放。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。这背后之人究竟是谁呢？小八，在，你去找一下裴少卿，让他想办法从阿瓦口中探听出来，金魄在玉京是否还有别的人马。是。琉璃，姑定会护你周全。我大体观察了一下，玉京之中没有这么破的地方，就算我那西郊附近的破庙都比这儿干净多了，所以我判定，这要不然就是玉京的边郊，要不然就是出了玉京了。在离开玉京之前，你想办法逃出去，我会掩护你的。到时候你再找人来救我。你可以吗？我怎么不可以呀？我哪像你那般娇弱无用啊！我可是从5岁开始就学习兵法，练习武术。我是为了魏将军和刚刚那几个肉片，才打算救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们全家呀都十分敬仰我娘亲。哎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嫉妒我呀？我才没有呢！就算你嫉妒我也没用啊！我们家的爹爹、娘亲还有兄长都十分的宠爱我，他们成天都跟我说，我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呢。我只是为魏将军感到遗憾，她乃女中豪杰，有你这般心机多端、娇柔造作的女儿，是她此生唯一的败笔。你知不知道，所谓惜子捧心，欲增其言，讲的呀就是像我这样软糯糯、病歪歪的才会千古留名呢。真是一番宏图大业呢。有人来，即刻严查每一个进出城门的人员，若有可疑之人，立刻上报。接报。走。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起来，走，快点走。老大，各州府的路都已经被官兵守着了，我们可能出不去了。不如划划他们的脸，我们在乔装打扮就成了。现在划伤他们的脸，岂不是明着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脸有问题？殿下，花县主那边有消息了。炭火被故意清理过，屋中找不到血迹，也没有打斗痕迹。柱子上有绳子捆绑的痕迹，看来他跟暂无性命之忧。撤！太子殿下为何也在这里啊？大皇兄都能找到的地方，姑为何找不到？大皇兄是来找谁的？自然是郡主跟县主了，和太子殿下一样。姑与你不同。姑找的是县主跟郡主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殿下，外面发现了马车的车辙，是往南边去的。大皇兄不如与姑兵分2路，你跟着车辙方向而去，直取南州；姑则往另一个方向的山岭州去。也好，本王定会带县主跟郡主回来。先行一步。
殿下，我们真的去山岭州啊？带上黑甲军精英兵马，去山岭州。那方才鹰王殿下去到南州，他不会遇到杀手，他在那边会比较安全。姑不想找不到县主2人，还让大皇兄也受了伤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公子派人来报，玉京城的暗桩已经半数暴露。看看，又是件衣裳。走走走，你这什么？转过去。好，过来。好，走，下一个。你又要干什么呀？一会儿我跟老大只负责送你们出山，至于他们会对你们怎么样，我是不会管的。姐姐，你不跟我们一起了吗？哎，你别叫我姐姐，你也别怪我们。做完这一票，我跟老大就自由了。姐姐自由以后是会回到陇西和家人一起生活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哪儿人？姐姐莫要紧张，我只是胡乱猜测的。听姐姐说话有些陇西的口音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姐姐真的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吗？我都能猜出来姐姐是陇西的人，难道雇佣你们的人不知道您是陇西的人吗？就会那么容易的就放过姐姐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在关心姐姐，而且我身子不好，我很担心一会儿会咳血，咳到衣服上，把衣服都弄脏了。行了，就算我放了你，你也跑不了啊！我没想跑，我这身子也跑不动啊。行，姐姐，这个你拿着，有了这块令牌，至少可以保证你生活无忧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无事，都是老毛病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肉片之恩应该涌泉相报，而且姐姐早就知道我是花琉璃了吧？且一直手下留情，我相信姐姐也有自己的苦楚。给我绑上吧。花琉璃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你照顾好自己，我和老大先走了。姐姐珍重。他给我这个干嘛？可能是看你比较强壮吧。啊？下来呀，还是想让我把你们抱下来？快点，下来！你别碰我！你赶紧下来！你真等他抱你啊？快点！不走！来看！来，干一个！好了，给我。来点！来，干了！来，干了！到了！来，乖乖叫我一声哥哥，我给你们吃好吃的。你看看他俩，都是高高在上的贵人，贵人又怎么样？这个时候还不是乖的跟狗似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爹娘在找我们了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我们为什么要逃？虽然不能杀了你们，但是做点别的事情还是可以的。
来呀！跳！吁！殿下，我们已经彻查了山岭州这2日的进程记录，的确没有如同花县主与加米郡主这样人的身形出现。要不然，我们换个方向吧。他们若想尽快离开玉京，这条路当最为便捷才对。这是琉璃留下的，是这条路没错了。就在这个方向，追！撤！这可是你逼我的。我一直认为柔弱是种武器，可这种武器对人有用，对畜生是没用的。躲远点，小心溅到身上血。我不喜欢鹰王殿下，你和鹰王殿下绝配的，你陪他绰绰有余。你是大晋第一美人，皇宫随你挑，皇家的骄傲。魏将军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是他一生的幸福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做错事得罪你了。什么人？贺远亭，果然是你！你竟敢这样出现在我面前，不怕我直接把你抓走啊？那你也当心一些和你作伴的郡主的命。他来晋国做什么？那些杀手是你找的？当然不是。你既然能在所有人之前最先找到我的位置，是来救我的？没错，本王是来救你的。本王知晓你当上鸿胪四卿之后，料到一定有别有用心之人，想借此机会嫁祸荆破。我荆破若要杀你，杀了便是，何必千里迢迢费此般波折，要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听起来是有几分道理。况且你华晨辉本王都认识，本王的人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对我这般念念不忘啊！既然你安全了，本王就先走一步。万国朝会你来不来？不去。那你派来那5个笨蛋，我可就干掉喽。不知道他这一次又要耍什么花样。我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知道你诬陷鹰王，所以我不会跟你作对的。佳敏姐姐，刚刚真的把我吓死了，多亏有你，英勇不凡的救了我呢。刚刚来了好多只猛兽，把那些劫匪都给杀死了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你一定会一直保护我的，对不对？干点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要去招惹花琉璃？为什么呀？这一宿觉睡的我腰酸背痛的。你醒啦？快来烤火吧。
昨夜若不是我搭着野帐，你就算不被野兽咬死，也得被冻死。哦，对了，我把用来驱虫的药草已经放进你的香囊里了。真是劳烦你了，姐姐，跟我还这般客气啊？昨天的秘密我是不会说出去的，就算我说了，也没人会信的。秘密？我有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真是个柔弱的病美人。是呢。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能留下痕迹。哎呀，突然觉得好累呀，可能走不动路了呢。哎呀，佳敏姐姐，你人真是不错啊，不仅救了我一命，还这么照顾我呀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啊，我身子太娇弱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旁边就挨着官道，你又不愿意去，你这会儿你又坐下，你要干什么嘛？你还敢走官道啊？那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们两个从玉京中运出来。说明他的背后一定有身份不凡的人帮他打掩护呢。我们这个时候走官道，那我们遇到的人是帮我们的还是坑我们的？饿了？给你。你怎么会有馒头啊？你从哪拿的？从那几个杀手身上呀。尸体上是他吃的，人是尸体，这馒头又不是尸体，有什么不能吃的？我不吃了，不饿了。我去找人把我们接回去。您等等，您等等。那个大哥，那个我。玉京的郡主今日落了难，若你送我回去，我叫人给你100两。你要是郡主，我还是王爷呢。你个臭骗子，离我远点！你好好的姑娘，干嘛要干行骗缺德的事儿啊？去！我是骗子？你才是骗子呢！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你！我哪里像骗子了？他说我像骗子，真没用。拿着。不是你干嘛呢？有马车啊！切，我看你大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婆婆，我和姐姐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我们本来是来玉京寻亲的，结果路上遇到了一位大姐，说可以带我们进城。结果我们发现路越来越远，然后我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。结果就来了这个地方，我们都不知道这是哪里。
谢谢婆婆。你们这俩孩子也太单纯了，就没想过我和我家那口子也是骗子？不知道，但我们觉得你们是好人。那是给咱闺女的。到了城里啊，咱多卖点山货。来，谢谢婆婆。婆婆，你们是去城里卖货吗？是啊，打了胜仗，陛下宽仁，减了赋税，日子呀要比以前好一些，补贴点家用，再给我们家闺女啊买件新衣服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了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检查一下，进去吧。吁，哇，好多官兵啊，好像是在检查身份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太子殿下，哎，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，别喊，别喊，咱俩现在乱糟糟的，会触了他眉头的。他那个坏脾气吓死人了。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县主撤！哎，花琉璃，我。殿下，能再次见到你真好。姑也是。天哪，我这是知道了多少秘密？我真的还能活下去吗？殿下，臣女喘不过来气了。殿下，你是来找我们的吧？不是。是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受伤。殿下，你能不能不要揉臣女的头啊？臣女已经2、3天都没有沐浴了，头上都是土，脏得很。姑不会觉得。县主，我们还是赶紧上车吧。对了，还有佳敏姐姐呢。佳敏郡主，你还好吧？太子殿下，还好。太子殿下，你差点都见不到我们了，那些绑匪可太凶了，可把臣女给吓坏了。而且那山中还有猛兽呢，那些猛兽和那帮绑匪打了起来，把那些绑匪都给咬死了。多亏有佳敏姐姐，她英勇不凡地救了我，不然琉璃都见不到父母了，更是见不到太子殿下了呢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太子殿下，你都不知道佳敏姐姐有多厉害。只见佳敏姐姐一个鲤鱼打挺，瞬间站了起来，然后迅速拔出一旁的刀，对着迎面而来的一匹巨狼猛地砍了下去，瞬间砍在了那匹巨狼的右眼之上，然后一个侧身躲避了第2匹巨狼的袭击，一个横踢将其踹飞了。是吧，佳敏姐姐？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带县主逃出来，辛苦郡主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等回到玉京，姑有些问题细细问你。是。
为什么又是我？殿下都好几日没合眼了，你敢提醒下吗？你敢啊？我不敢。那我也不敢。你能不能往那边让让啊？佳明姐姐，你别和我聊天了，我好累了。琉璃，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已经进城了，你已经睡了2个时辰了。哦，腿都被压麻了。花县主，花府已经到了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下来！你急死我了，你！没事，不是太子殿下，明明尚书公主府离我们家更近，为什么先来西郊啊？花县主，先回府里歇着吧。嗯。劳烦嘉敏郡主与姑去趟大理寺。啊？不是大理寺，我这次真是要感谢嘉敏郡主相救，待琉璃养好身子后，定会登门拜谢的。嘉敏郡主，您身子强壮，要好生配合太子殿下查案哦，一定要知无不言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家好生歇着吧。嗯，走，小姐，头好痛。几日不见，这嘉敏郡主怎么转了性子了？嘉敏郡主，啊，你来看看，是不是这几个人绑架了你和花县主？这个就不用看了吧？还是想确认一下。是的吧？没有想到嘉敏郡主连看到几具尸体都害怕，竟有勇气去对付将他们咬死的野兽。嘉敏郡主如此英勇，且武艺如此高强，想来定是顺安公主田尚书教导有方。10几年的培育，让嘉敏郡主能在险境之时救下自己和县主的命。姑定会好生向陛下汇报此事。一定要让玉京之人大肆宣扬，也要让百姓们都知道，嘉敏郡主是如何英勇无畏。是。请嘉敏郡主确认一下细节。
原委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太子殿下已经在外面等半天了。啊？那你怎么不早点叫我啊？哎，小姐，太子殿下的意思是，县主受惊又身体虚弱，应该多睡一会儿。小八偷偷跟我说，太子殿下已经好几日没有合眼了，他似乎特别自责这次绑架的事情，所以一直没有停歇在查和找。小八还偷偷告诉我，眼下兴许只有小姐你才能劝住太子殿下了。你帮我梳妆一下。太子殿下，仵作说那几具刺客的尸体上虽然有野兽撕咬的痕迹，但在此之前身上都有致命的剑伤。您是来问花县主这些疑点的吗？你觉得花县主会说吗？那殿下为何要来？太子殿下，县主可休息好了？托殿下的福，臣女休息得很好。快坐。我从宫中调了一些补品过来，这几日你受苦了。谢太子殿下，不过臣女现在已经没事了，连半点惊吓都没有了。这一路上多亏了有嘉敏郡主，他把臣女保护得可好了。但你是孤的人啊！你替国管了事，分了忧，又承当了鸿胪四卿这重要位置，眼下出了安全问题，自然与孤有关。哦。嘉敏郡主说，此番刺客行事是冲着花县主来的。臣女本就是花家的女儿，本就惹人嫉恨，又谋得了鸿胪四卿之职，就更加惹人注目了。所以有人想杀我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倒是想得开。杀手找到了吗？当时臣女只顾着害怕了，根本就没有心思想那么多。哎呦，真的是挺吓人的。殿下，这事儿也不是一日两日就可解决的。你和臣女说要臣女好好休息，多注意身体，而您自己为了查案，几夜都没有合眼了。您想啊，能在欲惊之中悄无声息地将我和嘉敏郡主带走，这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。家国大业，唯有徐徐图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多吃点，这样才有力气逃跑啊！而且我听说，哭着吃饭的人就一定能够走下去。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胖怎么了？胖不好看吗？再吃点，胖胖的可爱。殿下，您醒了啊？县主，殿
殿下应该饿了吧？姑不饿。快点吧，饭都做好了，请坐。殿下不用担心，这些啊都是玉京的饭菜，不是我们老家的那些了。这些一定符合您的口味。竟然都是姑平日爱吃的菜。臣女以前觉得这玉京的饭菜很新奇，可是过后还是会怀念清寒粥的口味。可今日不知怎么了，竟觉得口腹之中十分妥帖。琉璃妹妹真是有心啊。殿下，吃饭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殿下好像问出点什么了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问出来。花县主不说，是不是又是他自己？与他无关。属下都走。走啊！好喝。小姐，你和太子殿下好奇怪啊！怎么奇怪了？小八跟我说，太子殿下一见到你就…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了。不过，我觉得那肯定是因为太子殿下太紧张了。哦，毕竟他要是把花家的人质弄丢了，那我爹肯定是要砍了他双手的。那可不止砍手那样简单，我悟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次谋划之人十分谨慎，我一路从野外跟到他们都要动手了，都没有打探出半点有效的信息啊！哦，对了，我这次碰到了一个人。谁啊？贺远亭。啊，贺远亭，他一个金破谷的二皇子，居然在玉京，他是敌是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应该提防此人，毕竟他以前输给过我一次，总不能一直这般蛰伏吧？哎，那你怎么不告诉太子殿下呢？我怎么告诉他？我总不能和他说我是一路装病，然后见情况不妙，所以出手救了嘉敏郡主。我后来又碰到了金破国的二皇子，然后呢，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放他走啦。每一句都是欺君之罪啊！所以说呀，虽然说我和太子殿下的关系现在缓和了，但是还没有做到可以完全相信他的地步，所以还得再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也想知道这个贺远亭到底打算怎么扳回这一城。太子殿下，您可算来了。难不成出什么事儿了？是，花县主遭遇绑架，我们在玉京的暗桩也尽数被破除，就连姑的黑甲军也暴露于人前。
你有什么判断？若是为救花县主出动了黑甲军，那么黑甲军暴露于人前，也不用质疑。可为何暗桩引禁术都被发现了？这就是疑点。其实，微臣有个问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问。云寒，你是最了解孤的心性，司仪之时会屡次排查，反复验测真心之后，一旦相信，便推诚相见，一生之事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抱着您的腿又没坏处，我又为何不忠呢？对了，你和阿瓦进展如何？殿下您就放心吧，待我出去之时，消息肯定带得满满的。毕竟，我就是这么值得信任之人。陛下，若非此番县主与郡主被劫，太子殿下为陛下所责难，才察觉原来殿下的这支亲兵队伍的数目竟如此之庞大，战斗力如此之强。臣以为此事必须严查，以备不虞啊！这支黑甲军的数目，老臣更想知道的是，太子殿下拥兵于玉京，究竟有何图谋？哎呀，怪朕，怪朕呐！是朕让太子去张罗的。那你们说，朕有何图谋啊？啊，陛下，此事如何能够儿戏呀？还请陛下三思。陛下三思。这不是儿戏啊！你们都能有点自己的银钱，那朕有点自己的人，这没什么吧？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朕以为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花县主的安危。你们说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花将军交代啊？啊，好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就是听不进去，这个耳朵进去，那个耳朵出来。啊，我这么苦口婆心，为了什么？我要不是给你兜底，你怎么向文武百官交代啊？还有，你说你，哎，行，你少气点朕，比什么都强。父皇，您若是不满意儿臣的这些事情，您来做如何？哎，你这是承认错误的态度吗？那你说，你为什么让黑甲军全部出动？兹事体大，事情紧急，若是连这小姑娘都护不住，大晋的风光，兴许就是表面上的安宁而已。不是你，父皇，儿臣还是有点生气的。虽说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可这一回啊，实在是损耗惨重。儿臣可能连媳妇本都要砸进去了。那你就找个媳妇儿啊，杜太师的孙女，朕看着不错，你又看不上。唉，杜小姐还是算了吧。儿臣不想娶了人放到后宫，就被撵成母后那模样。若要真娶，要么儿臣足够强大，要么他足够强大。那你就抓紧娶一个呀。朕的时间，恐怕算了，反正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答应朕的。你的心结啊，朕一直知道。花县主，嘉宾姐姐都救你多日了，你现在才来，过不过分？哎呀，是琉璃不好，是琉璃不对。没有，只是两位姐姐也知道琉璃身子弱嘛，
那日从山中回来受了惊吓，所以回家休息了2日。这2日政务繁忙，每日都要上朝，好不容易今天空出点时间，就立刻登门拜谢姐姐了。啊，佳敏姐姐，你这是在怪罪琉璃吗？我又怎么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县主对我可能还不太熟悉，在下姓杜，闺名秀莹，是佳敏的表姐。你唤我名字便好。秀莹姐姐好。不敢，县主千金之躯，岂可称呼在下为姐姐？方才佳敏对花县主可是有不敬之处？没有，既然花县主肯登门，就说明花县主对我没有意见，我自然对花县主也没有意见。太好了，姐姐，我还给你带好吃的了呢。袁伟，这个啊是家父从清寒州给我寄的风干牛肉干，你们尝尝，可好吃了。是黑黢黢干巴巴的东西，谁洗的呀？我要，哎，我喜欢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！你先拿一下。表姐，我跟花县主说2句话。表姐，你看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今日来干嘛？我真的没有泄露你的秘密。我来感谢你啊，不然到时候又奏章满天飞，说我们花家不懂礼数了。真的不用感谢，用的，真的不用。那我再给你送点风干牛肉干吧。不用了。那我请你喝香饮，以后你来我那儿不用排队。别让我再胖了吧。花县主性情温婉，活泼可爱。之前你们为何将她形容成人艳鬼憎又蛮横霸道的女子啊？她就是天天在欺负我们。我请你去金陵院吧。金陵院？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那地方。不说，我就没去过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你就不能接受琉璃对你的感激吗？那琉璃，去，佳敏，不可辜负他人的真心。姐姐，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不，我表姐平时不出门的。好，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，我自然也不可错过。多谢花县主邀请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我跟你说啊，金陵院可好了。你还拿着它？走了。尽快修复好那些失去的暗桩。另外，这是给那些人家的体恤。此番暗桩之事，是云寒之作，请殿下惩罚。先起来吧。云寒，我对你从不私议，此生都不会。这世间有昼夜阴晴，就有得失去留，如何事事如愿？我既然将这件事交给你，便也会承担可能有的后果。起来吧，我们需要想想这些关卡之中哪里出了问题。殿下，公子，江敏郡主与花县主既然都到了金陵院外，说要来请公子演奏。偏在这个时候。这是云公子特意给几位安排的雅间，里面请。几位贵客稍等片刻，云公子马上就到。文音，云公子真的是要和你结亲之人吗？你不会在骗我吧？也不是了，小表姐，那个云公子呢，是许多人想结亲之人，我也不算是骗你吧，是不是佳敏？佳敏，那画像是你的吧？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若是还只知整日来这种地方吃喝玩乐，这如何能行？冤枉啊！是花
是我，都是我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位就是不妨坐下来听一曲。坐。姐姐，先坐吧。既然他们点名要听你弹琴，就好好把戏演下去吧。多是些跟风媚俗之人，这琴弹的好坏，又有何分别呢？表姐怎么了？是不好听吗？抱歉各位，这乐曲我欣赏不来，就不打扰大家雅兴了。姐姐，表姐，这多好听啊！特别最后那几下，我都陶醉了，好像这个曲子还是约翰自己做的呢。厉害，你这般敷衍，真是牛角牡丹。哇，好好听啊，真的太好听了。哎，约翰公子，你要不再给我们弹一曲你自己所做的曲子吧？在座之中，莫非真有故曲诸郎？这首曲子倒竟比前一首高明许多，不知是何缘故。各位姐姐，我去拿点好吃的小零嘴过来啊。哎，小兄弟，我想问，都不理我。花县主，太子殿下，花县主竟然还惦记着金陵院，姑似乎记得，花县主可是承诺过姑啊。殿下，臣女今日来，实属是去拜会嘉敏郡主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然后他就特别想来这儿，所以我才跟着来的。您也知道的，臣女来玉京这么久了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所以不好意思拒绝呢。这般说来的话，还真是不能拒绝。姑知道了。不过，金陵院近期要休整一段时间。啊？不是因为针对臣女吧？你这么想倒也没错。再过不久啊，各国使臣就要抵达我们大晋，若让使臣们误会我们大晋百姓只知沉迷享乐，岂不是有损我大晋颜面？有道理。而且这金陵院本身就是太子殿下的，休整一下也是好的。你知道了？太子殿下是不是不希望臣女知道啊？算了，反正也骗不过他。罢了，姑也没有想瞒你。倒是挺痛快。殿下，臣女偷偷跑出来，其实是为了找殿下的，没想到真能碰见你。臣女发誓，臣女刚说的这句话一定是真的。这鬼精！那花县主要不要一起喝杯茶？好啊，好